因为武汉肺炎全台湾都咧收证喙암早起就有所在提出这个库存的喙암，大家收证买。今仔日更加是头一天实施10名制买喙암的规定。透早伫每一个特约的药局门口，就出现真侪人伫排列。就惊讲药局外口收证买喙암的人伤济，会真混乱。有药局就发号码牌啊，也毋过这个乱象混乱，医院无都避免。开始卖头一刻呢。开始卖时阵，登入的系统比测试时慢几啊倍。同一个时间，这个喙암的库存量查询系统嘛全咧定去。卫生局人员伫现场坐镇指挥，连警方拢出动封路，就是要避免讲为了买喙암可能引起的各种冲突。挂喙암来买喙암，排队第一名女士等2点钟，总算进入药局。今天要排多久了？哦，8点就来了。真无简单，确实身份证的买数，摕个保卡，准备好金额啊。但是跟保数登入系统煞袂叮当。今天刚第一天开始哦，对，大家的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了。买2份喙암5分钟，比测试阶段的10秒是差一大截。开卖15分钟了后，就渐渐顺利，编辑1分内就会当完成购买。帮小孩子领啊，小孩子没空上班呢。我是帮先生买，因为他的是双数啊，我是单数，所以今天就买他2个。那明天还要再来一次？明天是买我自己的，所以明天还会再来。我们推测可能在10点的这个时间点，可能使用量上大了一点，导致流量上可能要再做一些调整或监控。喙암10名制上路第一天，药局嘛真谨慎，遐喙암真正是欠伤久啊。民众造成冲突，早就准备好买牌，按照秩序一个来。偶数的全人2位，谢谢。因为有号码牌，同步于一个规定的时间开放给民众，让民众也比较不会有争议。身份证买数分流制度，民众普遍拢有概念，但是对上班族来讲呢，需要半点钟的时间排队买喙암，嘛感觉真困扰，真正是需要好好安排一个时间。